家好，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好，大家晚安，又过来到咱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今仔日是第一季第14集，欢迎大家参加。我是阿明，也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咱今仔日要读的册是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计共有2篇。头一篇呢是伫个册顶487页，线顶第49期第2页。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独派大众的中华汉字意识阻碍台湾建国，作者是萨凯托鲁。第二篇文章是伫个册顶488页，线顶第53期第12页。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台语文字化的目的是拓华，作者有关是萨凯托鲁。好，咱即马先来看第一篇文章487页的所在。这篇文章总共有14趴，无咱就先邀请伟克，敢有方便？好，因为我想，这每一趴拢短短尔，无咱读5趴。要读进前呢，有几个所在吼，要参大家讲一下吼，就是有欠字的所在啦吼。咱起先来看第2趴的所在，头一句话较后壁的所在吼，推动台湾母语教育的诚意，伊欠一字育。咱过来看伊后一句话，真侪台语文运动者感觉真怀疑，欠一字者。这篇文章后壁也有欠字的所在。不过，因为伟克读的5趴，就欠字的所在，就是干那安尼。后壁看啥物人有读到，我再个参大家报告。好，安尼劳烦伟克。萨凯托鲁写伫日本大阪有关台湾教育改革会召集人李元德对推动台湾母语教育的诚意，真侪台语文运动者感觉真怀疑，这我嘛同意。我本正对李元德就无啥期待，因为伊是国王的人马，想法较我国民党主流派的人。但是我对李博士有关罗马字的意见表示肯定的态度，这检采是一种讽刺啦。因为甲李元德比起来，独派学者、运动者内底对母语、对罗马字的看法，比李元德较歹的人实在真济。恁若家己认为是建国派，恁爱批判这字袂晓念，谴责的对象，敢毋是迄寡独派内部的反动派？譬如讲建国党甲淡江大学教授的柯庆雄教授是安怎？伊来日本的时，甲我讨论过有关台语文字化的问题，伊连台语文字化拢无支持，伊较爱的是中文。伊安尼讲，河洛人甲客家人嘛拢是汉人，古早拢对中原来的。阮汉人共同的文章语言应该是华文，即卖的台湾人拢会晓华文，母语文字化无需要啦。我认为即款反动的想法甲新党的人无啥物无共。好，多谢。好，感谢伟克替咱读这5趴。有小可所在，除了讲要甲伟克讲，嘛是要参大家讨论。起先是伟克读的第2趴，上尾一句话下吼，想法较我国民党主流派的人，迄是我，较我的我吼，伟克是读本调，这个所在就我个人我会甲变调。伫遮要参大家讲，就是讲有关这个变调，要变毋变这个问题啦吼。我个人是有那个原则。头一点是较主观啦吼，就是在我
个人我听起来感觉怪怪吼，也是讲咱台语讲诶较无法水开诶时阵啦吼，我才会讲吼，即个所在爱变，还是讲读本调还是读变调会较好，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讲有真明显去改变伊诶语义诶时阵，啥物叫做改变语义？就是改变伊诶意思啦。记者咧，做人甲做人，这都是两款无共款诶意思哦。头一个讲做人啊，伊做人啥款？第二个做人就是讲，比如讲阮小妹已经做人啊啦，就是讲已经嫁翁啊啦，已经结婚啊啦，安尼，这是两款无共意思。所以讲，若有拄着即款，第一个是较主观，就是讲我听起来较无感觉起来较无法水开时阵，第二是讲有去改变伊诶语义诶时阵，我才会讨论即个变调诶问题无安尼，这是我个人诶部分啦，其实大家真罕诶听我去讲倒位爱变毋变，嘿，因为我感觉这要变毋变有当时是个人诶惯势，去甲腔口嘛有了有关系。以上讲互大家参考。好，过来要甲话剧讲诶第四趴现怪481个所在上尾句啦恁来批评啊过来后壁迄个谴责，其实迄个谴即个词有两个音啊一个是谴责，一个是谴责，一个是第二条，一个是第三条本条。伊遮汉字写诶部分迄字欠减一个言啦减一个言字边这是汉字诶部分。好，以上我诶部分就讲到遮。现场有朋友敢有啥物所在要参大家讨论？我有听到一字，伫第三趴诶上尾啊，互作者考起来迄个字风气，我会安尼读。即字其实词典是差有诶啦，因为无我一般来讲，平常时咧讲话较罕会咧用即个词风气啊。好，以上。好，感谢小嘉。这华语讲叫做讽刺啦咱台语较常听人讲诶，就是比如讲口水啦、正口倒射啦，华语讲诶讽刺啦。好，大家参考。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参大家考考诶无？嘿，我那请讲。我想要问，风气甲经体敢会当是做伙使用？咱会当来甲查看卖哦。我那讲诶这经体了会使嘛是有咧讲口水迄款意思嘛经体嘛真水开呢多谢我那甲咱提供即个词，咱拢较常听着咱讲口水啦对，我要搁做一个补充到拄则话剧有读着一个人马啦人马即个词有另外一个讲法人马所以互大家参考较常听着拢是讲人马安尼。好，过来敢有朋友要出来讨论呢？无一位咱请纳心短短尔无咱请纳心甲读互煞安尼好无？有一个所在要甲大家讲一下，伫个第13趴诶所在，甲看第二节诶所在，甚至激烈反对台语文字化，伊减一个文字诶字啦，伫册顶悬减一个字，这就换纳心。好，多谢。这样。署名先生坚持汉字诶态度嘛是共款。伊虽然对母语文字化较有支持，毋过嘛是用台湾人大部分是汉人诶理由来坚决反对罗马字。署名讲，罗马字毋是老百姓诶，台湾老百姓拢爱汉字，所以主张汉罗甲全罗诶人拢是反民众诶。我爱讲，若是用真正诶阶级理论来看，汉字绝对毋是老百姓诶文字，是士大夫阶级迄号封建特权阶级作歹诶文字。台湾独立建国还未成功诶理由，应该就是伫遮啦。连遮尔强调结
建国诶人，本身台湾意识都无一贯性，文化上也未脱离中国意识，犹原无台湾自主性。真正诶独立建国，就爱需要用台湾做本位来思考，才有法度来建立起来。咱拢是中原来诶，是中着中国教育所产生诶毒素。我会当了解台湾人为虾米遐尼混乱、无主体性。这可能是台湾人过去毋捌有家己诶国家无自信感，目前也未确立自我主体诶国家文化观念。阮日本人统治台湾，压迫台湾人，嘛是重大诶理由之一。台湾若是要追求真正独立诶国家，就爱彻底否认中华性，安尼才会当得到别人认同台湾是独立诶国家。台湾独立需要国际诶支持，毋过恁无放弃中原意识，外国人哪会了解恁要独立？其实，河洛人、客家人本来拢毋是汉人，汉字嘛毋是因本来诶文字，毋过少数诶知识分子爱护汉字，家己欺负家己诶母语，这是台湾建国上大诶因素啦。连接近国民党诶李远哲都主张罗马字化，颠倒独派内底真侪人无认同罗马字，甚至极力反对台语文字化。这项问题上严重，李远哲无一定认同台语，但是伊本来就是因遐诶人，可倾向署名可能是咱遮诶人，这才是严重诶代志啦。好，以上。好，感谢那心。基本上我无听到啥物问题呢吼。现场诶朋友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参大家加考诶无讨论呢？敢是要针对这篇文章讨论？嘿，对。咱先甲即两篇文章，因为作者拢共一个啦，所以我想讲，咱拢先甲即两篇文章拢甲读煞，咱才过来讨论即个内容诶问题，安尼心得好。甲若无，咱就来看第二篇文章。台语文字化诶目的是拓华，作者共款是萨卡伊桑。即篇文章计供15%。挂号诶所在啥物官文用专罗多伦多这段话无算做1%所以头1%是为请问龙光兄甲碧秀兄这边算第1%开始。好，安尼说来，我想要邀请咱阿阳敢有方便？咱好，咱请阿阳替咱读头前3%敢好？好。请问龙光兄甲碧秀兄，台语文字化诶目的，敢毋是为着要脱离中华思想？若是安尼，台湾人一定需要有放杀汉字诶勇气。我最近看到一本真好诶册，题名《台湾事件》，有关台湾诶个人意见，是日本阿西亚航空公司诶前任会长。董事长、现任顾问，支持台湾建国诶伊达古拉托小先生用日本写诶。这本册中间指出讲，台湾亲像是批评美国甲日本无认为台湾诶主权，敢若是家己想家己是独立诶国家，这是国际社会诶规则。我毋知伊达古拉先生是毋是赞成台语罗马字化运动？台语罗马字
化运动，我毋知影，有卖剪掉好。但是咱若是利用共款的逻辑来看文艺化的问题的时阵，道理上会使安尼讲：台湾人为着做福世界里面，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要放弃汉字，完全采取罗马字来标记好多话甲客家话。安尼世界人民才会容易了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态度。好，以上。好，感谢阿杨。阿杨头拄则吼有讲到即个第三趴吼，迄字话感着爱变啦吼。其实吼，你来讲伊嘛要伊较口语化诶吼，我会加一个下啦，下第5条，台语罗马字化诶运动。吼因为这是咧写文章，所以咱慢慢去共改。讲到即个话爱变无，我个人是读本条罗马字化运动安尼。好，多谢。有一个事吼，我想要参大家讨论，真趣味哦。就是阿杨啦，读诶第一趴啦吼。这甲阿杨有读诶对毋对无关系吼，就是单纯要甲大家科考。第一趴上尾抓。台湾人一定需要有放杀汉字的勇气。我毋知影大家是毋是会参像我安尼吼？迄字杀放杀的杀，我会甲读做杀放杀的杀，变做 SAT 去。毋知影讲大家敢有甲我共款？我感觉嘛是杀呢，放杀对无？若无我读放杀，怪怪。就读起来较袂遐顺吼。系啊，所以都只是较正确啊。我即马甲查做台语吼，台语新书书、台语大书典是收放杀 SAK 的杀。毋过吼，大家若去看 TJ 的部分吼，伊有2款哦，一款是放杀，一款是放杀，伊2款拢有收。除了讲即个放杀以外，还佫有一个词，比在讲迄落巴肚的巴，我是讲巴的哦。毋过其实特别甲读是读巴肚 PAK， 但是我个人咧读，我会读做巴肚变做 PAT。我毋知影大家是毋是参我共款啦。个一个叫做目睭，嘛是 BAK 嘛吼，目睭。毋过吼，若要甲念较紧诶，会变做目睭，变做 BAT 去，真趣味啦。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吼，就是要参大家科考这个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毋知讲大家是不是会参我共款安尼啊？你无讲，我佫无发现呢。你拄则讲的迄3字全对，对我来讲啦，所以你嘛是读 AT 嘛吼，就是 T 的迄作音嘛吼。我想讲，敢有人真正会读巴肚？若讲现场朋友若参我甲小甲共款的，一只赞啊，100分还是啥拢会使。我看马路口有市，好，歹势，提倡久，针对阿杨读个这3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我刚刚听到一个字吼，一个第2趴的头一抓地名，还是讲地名？拄则阿杨是读题，这题是无这个音名啦，就是地，还是讲地？好，对。问题题啦吼，问题题吼，对。好，感谢小佳的补充。马路口，请讲。拄则咧讨论迄个巴肚啊，毋是有家人，毋是有一个所在叫巴肚。去台语是安尼读哟，因为我外地人，我较无了解，毋知北部的朋友敢捌知影迄个巴肚迄个台语要安怎读？是毋是都巴肚啊？巴肚。等一下，我来查一下，我来向问这个问题，我毋知影要安怎回答。我看教育部是收8堵呢，教育部伊的地号名吼，这个部分是收了介完整啦吼，所以我看教育部是收8堵了。有，嘛是爱甲大家讲者，就是台华是写8堵啊，嘿。一般来讲吼，若要参考地号名，我是因为教育部这个部分是收真完整啊，毋过读音无一定是对的，但毋过大部分是无毋对啦。因为有当时还佫牵涉到迄个古早名的迄个讲法嘛，比如讲高雄的男子，官方的台语就甲翻做男子，毋过在地人因是讲男仔坑哦，
毋是讲男子诶哦。拄则若心是毋是有话要讲？若是八斗啦，想着5斗、7斗、8斗，伊个有数字诶。哦，读较白音就对啦吼，白话音啦吼。毋知是毋是安尼，就也有，我毋知拢总几斗咧，我只想着就5斗、7斗、8斗安尼。有哦吼，嘛有7斗吼。对，好，感谢若心诶补充。若是住伫北部诶朋友有机会坐火车，若经过迄个8斗还是8斗诶时阵，再去听看嘛，因为车顶咧放送拢有讲嘛，拢有应该是有台语啊，再看伊安怎读，还是讲，其实我感觉即款地名吼，还是爱去问在地较正确啦，嘿，就亲像你拄则讲诶，迄个教育部有当时啊，就是收因家己想要发的音嘛，无嘛，无一定是正确诶，咱若是会当知影讲，迄在地是安怎讲，我感觉迄会搁较水啦。好，以上。好，感谢小解补充。无对，因为咱即摆地号名吼是有诶是为日本时代互日本政府甲咱改过，我就延续到即摆。我搁记一个咧吼，拄仔讲高雄诶南仔坑嘛吼，南仔坑是因在地咧讲诶吼。搁一个伫咧中华华语叫做伊写做汉字叫做北斗啦吼。咱外地人吼去到遐，咱看到伊写北斗，自然会想讲迄个北吼会发作北啊，北边诶北嘛吼，北斗嘛吼。其实毋是，其实在地诶讲法就是宝岛，这较早伊迄个宝诶来源就是较早汉字就写做宝贝诶宝啦。当时改做北斗诶，我嘛无解清楚，再去查迄个历史。不过就是讲，大家若有机会来到咱中华宝岛诶时阵，会记得若看到迄个北斗吼，毋通甲读做北斗，爱读做宝岛。这是正港诶，这个在地台语诶地方名。以上补充好，感谢安阳替咱读这3趴吼，过来咱就继续刷落来读，看为第4趴到第7趴好啊。完啦，敢有方便？好，你要读进前吼，我补充一个吼，有写毋对字诶所在吼，比如讲第4趴吼，尾啊算起来啦吼，第6节所在，伊写活动战争啦吼。迄个话是毋对诶，应该是发动战争。过来看第7趴，这是有欠字哦。头前都是我无认为汉字是台湾传统文化诶一部分，我无认为啦吼，欠一字为，就安尼。以上安尼则劳烦咱完啦，替咱读为第4趴到第7趴。好，多谢阿明。好，我开始哦。若是放弃汉字，意思就真清楚，阁真有说服力，会真紧互人了解。亲像是即马世界人民拢袂记哩越南过去嘛是中国诶一部分诶事实。颠倒掠做越南本来就是独立诶国家，若无放弃汉字，对别个国家诶人民来看台湾光景诶时阵，空榜拢是写汉字，要互人想着台湾毋是中国是真困难诶代志。我想中国是一定会来拍台湾。独派学者为着安慰人民讲，中国无力量来拍是真幼稚、伤乐观诶看法。若是讲中国无能力发动战争，这是无符合现实诶看法。若安尼，过去1940年代诶日本帝国嘛拢无力量去拍美国啊。道理上也是客观上来讲是安尼，毋过其实日本是毋是无发动战争？战争是非理性诶思考来发动诶物件，客观诶分析定定互事实来倒白。所以我诶看法是，台湾人有无宣言独立拢无关系。中国想去诶时阵，一定会发动战争。若是安尼，台湾真赶紧，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诶信任甲保护。所以台湾人应该需要真清楚去说明，互世界人民了解台湾人诶心声，毋通讲干那只是台湾人会当了解诶伦理。我最近感觉真烦恼诶是，连真认真追求建国诶人，尤其是台文运动诶人，思考无一贯性，无清楚，拢袂记哩脱离中华迄款真要紧、真重要诶目的。我爱甲你警告一下。若是继续固执用汉字诶时阵，
世界诶名义无法度了解台湾甲中国诶分别。我是真无正常诶日本人，所以会当了解台湾人真艰苦诶心情甲立场。毋过除了我以外诶日本人，你安怎来说服因？我无认为汉字是台湾传统文化诶一部分。台湾无遐尼公认诶历史甲传统啊，有公认诶文化传统应该是恁甲恁后生来创造诶。保留汉字是过渡诶时期，为着吸收知识分子，其实毋是有知识诶，是中国式诶士大夫诶工具尔。以上。好，感谢马鲁克阮仔替咱读即四拍。我干那一个所在吼，要甲阮仔解课，就是第四拍算来第四抓对别个国家诶人民来看台湾即个字吼，我会读做恭敬啦。啊，书店收吼嘛是收即个恭敬。我头拄则吼，听你读做即个恭敬去。好，啊，其他我无啥物问题，啊，现场诶朋友敢有啥物所在啊要参阮仔讨论？我有听到一字，共迄拍第四拍，为恭敬遐算来一两三第三抓，头前迄句话吼，真幼稚，拄则马路互敢若读幼稚。以上。好，感谢小加补充。阮仔有读第七拍有一个所在，吼，就是我要记一个例啦，互我做即个例啦吼。我上头前有讲到即个变调诶问题嘛吼。第七拍吼，我若是安尼读啦吼，汉字是台湾传统文化诶一部分。头前咧读就去读汉字是台湾传统文化诶一部分。吼啊，其实我若讲诶传统文化诶一部分，也是不管是我讲传统文化诶一部分，其实即两款我听起来拢袂感觉怪怪。好，歹势，我阁补充一字吼，因为拄则我无听清楚。伫咧第六拍诶头一抓。若是继续固执，嘿 ，CHIP，嘿，啊，我拄则听伊敢若是执 CHIT 去啊，嘿。哦，对，就即字，好，以上。好，感谢小解补充。好，啊，感谢阮仔，啊，嘛感谢小解诶补充。马杜克，我看你有举手。嘿，歹势，就是我家己有问题，就是我读诶迄个第一拍足长诶有无？就是中国生气诶时阵，生气顶悬迄个客观诶分析，定定互事实来。我是感觉是读倒白。对，即个倒白应该是无毋对，嘿。是哦。嘿，你有若用汉字来查。阿明。嘿。拍哦，拍。倒拍了。嘿，倒拍啊，拍咧拍。好。对，无错。啊，感谢那心诶补充。多谢那心。好，感谢大家诶补充。毋过，即句啊，伊要表达诶意思啦，因为我计上第摆看到安尼写，定定互事实来倒拍，是要安怎理解较好？倒拍，我知影是讲咱伫困诶时阵困倒拍，啊，来讲即句话吼，伊用倒拍要安怎来解说啊？定互事实来倒拍，是砍掉咧，还是安怎？我知影，那什么意思是讲，伊是砍掉，还是讲有迄个电脑版诶迄款意思啦？是毋是？嘿，我袂介了解意思，看大家安怎体会，要请教大家。嘿。那按即句话甲看起来，我是感觉应该是倒版诶迄款意思哦。毋知影那什你是安怎想咧？我就是想无啥有啦，要问大家安尼。啊那其他现场朋友，我想应该就是你拄则讲诶，就是讲迄个事实啊，就是已经拍败迄个客观诶分析安尼，就是讲事实赢，啊客观诶分析无输啊安尼，嘿。就是讲，因为即字诶意思都。若是干那用迄个词来解说，其实是解说袂通诶。我在想，
敢袂使讲，因为作者是日本人啊，所以有当时伊会用字，可能会甲咱一般较无共安尼。这反说有可能。我敢若会使安尼解说啊，而且即篇文章是1998年写诶，佫真久以前啊。毋过三甲以上嘛，无简单啊，一个日本人啊，伊本来即篇文章伊是用转录，对，用转录来写诶。对啊，无代无一共翻汉咯。对啊，而且我找无这转录诶版本安尼。我想伊应该是要讲即个意思啦。嘿，这是我诶理解。好，以上。好，感谢小嘉。其实若论真讲吼，确实若要甲照一句话会看起来，就是客观诶即个分析吼，定定有现实来倒摆。就是讲，咱所想诶啦，甲咱实际真正经要落去做时阵，有当时迄个状况吼，无共款就是无共款啦。我想伊诶即句话意思应该都是安尼啦，现实甲想法就倒摆啦，无共款安尼啦。好，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搁讨论？若无咱就继续过来，咱为第8趴开始吼。第8趴到第10趴，咱请小嘉。好，恁检采是爱反论讲，虽然日本人嘛伫使用汉字，但是会当成做中国以外诶独立国家，汉字会袂阻碍独立拢无关系。等者啊，第一，日本是1945年以后毋捌受过 ROC 诶统治，统治日本诶政府103年以来，拢总毋捌讲过日本是中国诶一部分。颠倒是台湾自1945年以后，一直是 KMT 统治之下，所以世界大部分诶人民容易去想到台湾毋是中国。譬如兄安尼讲，因为受汉字教育真久诶关系，伊饲汉字诶形态是难免诶。是毋对啊，这是肯定日本帝国教育甲 KMT 教育诶无主体性诶讲法啦。台湾是 KMT 统治下受汉字教育伤严重，所以就爱放弃迄款 KMT 中国恶毒诶文字，对毋？搁即马诶台湾人使用汉字诶时，思考方式完全是中国化。若无放杀汉字，恁就无法度脱离中国式诶思考方式。恁受过 KMT 教育，所以无法度诚做亲像不管用汉字会当脱华诶日本人安尼。受过 KMT 式诶教育诶台湾人，为着达成独立文化诶时，唯一诶选择就是罗马字。第二，日文诶历史比现代汉文、中文诶历史较久长，较有丰富诶文学作品。明治时代以后，若无日文文字化，中文嘛无法度脱离古典汉文诶影响。中文对日文借来诶语词也是表现嘛袂少，比如讲是作为、认为，也是共产党宪法，拢是日本人诶发明。日本领先中文完成文字化诶时机，比中文较早30到40冬，所以日文是现代中文诶爸母啊。日文诶历史较长，颠倒是台文诶文字化比中文较慢起来。现代台文诶文章伤受到中文诶影响。以上。好，感谢小嘉。我敢若一个所在吼，要参小嘉讲一个，就是第9趴吼，为头顶算来第3节，颠倒是台湾自1945年以后，迄个字啊，你读做主气，过来后一句话吼，台湾嘛是中国，字有特别甲考起来啦吼，你读做台湾毋是中国，所以我想吼，你安尼读就是咱迄个头壳迄个意识内底，就是台湾毋是中国诶啊。
做你做自然的，甲读做台湾毋是中国，吼，我安尼对讲对对对啦吼。对对。哦，我甲你讲啊，我拄则咧读诶时阵，因为我无顾目镜，我用手一字安尼伫咧比哦。啊，毋过看着迄个字诶时阵，嘛是共款家己读嘛，嘿啊。嘿啊，对啊，对啊，就是台湾毋是中国啊，对无？你着国讲吼。好，对，有一个所在吼，第9拍伊遮调号有写毋对去，请坐甲咱大家讲一下好无？好，第9拍为顶悬算起来第7抓 KNT 统治下受汉字教育伤严重，迄个伤应该是第1条，伊写第7条去啊。嘿，无毋大家对。才解一下。嘿，好，感谢小甲，大家针对小甲读的即3拍敢有啥物款的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假使若无问题，咱阁续落读。安尼无咱先请维克，好无？好，即摆诶国际社会上，汉字是日本甲中国诶文字啊。若是台湾人，嘛是爱讲汉字是台湾诶文字诶一部分诶时，恁爱突破日本甲中国霸占汉字诶现实。台湾人敢无迄款诶力量？我无相信。台湾人若有力量去突破汉字世界诶现实，台湾应该是较早就有达成独立诶力量啊。其实无迄款诶力量，所以梁光兄诶讲法，咱若会当去意识到因无好诶所在，渐渐用较好来甲比落去，这是务实诶做法。我绝对袂相信台湾人敢有遐尼大诶力量。我日本人看台湾人在用汉字诶时，思考方式完全亲像是中国人，无像是独立诶日本人安尼。台湾人嘛有受过日本教育，无毋对。毋过恁莫袂记得恁是945年以后拢受中国化诶教育，即马恁国籍汉字诶态度，完全是中国化诶态度啊！若安尼无放弃汉字来标记台文诶时，台文永远受到中文诶影响。台文永远是中文诶奴隶啦。我知影台湾人毋敢放杀汉字，放弃汉字是真困难诶代志。总是莫讲困难啊，恁若是爱用伊诶，那以后莫想独立就会使啦。上容易、上简单诶代志就是投降啊。好，多谢。好，感谢维克替咱读即3拍。我无啥物款诶问题呢，无啥物所在要讨论，要问现场诶朋友，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好，大家若无啥物问题，咱就剩最后2拍。最后2拍，阿杨。好，好，请。独立建国是真困难、真辛苦诶路途啊，毋过是困难诶代志，所以是爱做诶。特地爱做诶，对毋？越南人100年以前嘛是真爱用汉字诶民族，即马毋是，所以世界人民真容易去了解越南毋是中国，免做说明，真清楚啊。颠倒是台湾独派诶伦理，对普通诶外国人来讲是真困难去了解诶，无清楚啊。台湾人独立以后，有权爱保留汉语，毋过是独立诶国家，迄款诶 logic， 我看要甲别人说服真困难诶，真绝望诶。因大家莫想我迄款诶台湾美名来看做世界人民诶标准。台湾是真细诶国家。所以世界诶一般诶人民平常时嘛无咧注意台湾人诶民意。恁有权搁去保留汉字诶时，普通诶外国人绝对袂当去了解台湾人诶意愿。即马诶台湾需要诶是国际社会诶支持啊！若是安尼，我建议一定爱放弃汉字，
好，以上。好，感谢阿杨替咱甲这篇文章做一个圆满结束。咱今仔日读的这两篇文章拢已经圆满结束。其实今日咱读到的这两篇文章伊甲顶一回咱捌讨论的内容就有相像的所在。好咱即摆来看这两篇文章，看大家有啥物要讨论的无？巴鲁克。嗨，我想要问阿杨读的最后一段的第一节，这到底是啥物意思？看无？这敢有人会当理解解说？我感觉若是甲即句话小改一下，可能会较好理解呢。我来读一解，互大家听看觅甲恁甲手头的册来比较一下。恁大家莫想我是迄款台湾 mania 来看做世界人民的标准，安尼敢有较好理解？就是讲，你莫甲我想做我是一个台湾 mania 就是笑诶。我毋知安尼反敢对。阿杨，你的英文比我较好，你会使来讲看觅。我感觉读即两篇，阁有其他一下诶，你着知影讲石凯上是真要紧台湾我感觉就是一句话，若像是就是拄则小甲讲诶，就是莫甲伊即款就是对台湾遐尼少诶即种甲看做是就是全世界诶人民拢是安尼，因为着像伊煞来讲诶，就是世界一般诶人民平常时嘛无咧注意台湾人诶民意，就是其他诶人无像伊遐尼了解台湾是安怎就是无像伊遐尼少遐尼对台湾有迄种疼心安尼，我诶感觉是安尼。我同意你诶讲法，因为伊伫咧第6趴下骹遐有写就讲毋过除了我以外日本人，恁安怎来说服因？所以伊就是要表示讲，伊是比所有诶正常诶日本人搁较了解，搁较疼惜台湾安尼。所以伊诶想法可能是较嘛袂使讲较偏激就是可能比大部分的台湾人搁较爱台湾我的想法是安尼。好，以上。好，感谢小甲阿杨。咱继续来看咱这两篇文章啦因为小甲有讲到，伊当初咱咧读第一篇文章的时阵，介先有啥物心得感想，想要提出来讲。好，因为我看伊的文章，我才知影讲，伊头一篇的第6趴朱明先生伊是坚持汉字，伊认为讲罗马字毋是老百姓。我有去小可 Google 一下，无法度找着讲朱明先生对台文罗马字的态度是安怎，我找无这方面的资讯我伫想讲，毋知影讲其他在场的朋友。就是恁敢有捌读过苏明先生的册，还是讲捌伫咧倒位看着讲伊无认同台语爱用罗马字的方式来写？这点我是找无，所以感觉有一点surprise， 就是安尼尔。以上。其实我嘛是想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伊这文章内底写讲苏明先生坚持汉字嘛伊讲伊嘛是用这个。台湾人大部分是汉人的理由来反对罗马字，我嘛去找找网络看有这个有关书名坚持用汉字反对罗马字的这个讲法无？问题就是找无咧。我伫想讲敢会是作者伊本身伫咧倒位捌看过，甚至是听伊亲嘴讲过，讲伊是反对罗马字的。一定要用汉字的这款讲法，就是讲这可能是伊的想法，苏明先生的想法，毋过无人捌甲伊记录起来，所以咱后壁的人可能都毋知影我是家己伫咧黑白想的啦，就是嘛有可能伊伫咧倒位去拄着伊你去开讲的时阵讲着这个话题苏明先生可能就来讲袂用字，咱台语就是若是要写就是用汉字，迄罗马字袂通嘛有可能啦，所以我感觉这可能
真歹去找着证据讲苏明先生伊是反对的即个想法，还是讲伊即个言论安尼。好，以上。好，感谢小嘉。我看即个问题目前应该是也无一个结论。毋过无要紧啊，假如讲大家若有看到还是啥想要来做一个澄清嘛是会使，因为毕竟看说咱接触到的资料无遐矫正所以大家若有看到还是知影的无拢会使做一个补充。好。马鲁克有举手，马鲁克请讲。就是即个讨论上，伊敢若即马搁伫 Facebook 顶悬搁有咧活动嘛？就是我有一摆就看到伊有讲台湾是属于日本的领土，在台湾总有一天爱就是转去互日本统治安尼。伊安尼讲哦。我有看到伊的老话是安尼写，我无确定讲伊这是一个反讽还是真正是安尼，因为我看起来是认真诶安尼讲诶。感觉讲伊家己有讲啥物，伊就是独明台湾独立联盟伫日本遐嘛，有设迄个组织嘛，伊讲伊有参加，就是有伫独明内底拍拼伊嘛有替李晓峰讲话，李晓峰咧嘛是咧反对台湾文字化诶人啊。李晓峰敢是写台湾100件大事迄个作者？我无确定咧，因为我无看伊诶册。盖先诗啦。我爱读册。对就是我印象上深诶是李晓峰有反对台湾文字化，台语文字化啦。对，伊敢若是对，毋是讲啥物罗马字毋是伊敢若是就是反对讲恁写台文，就是敢若是反对台文诶。就是不管汉字还是罗马字，伊拢反对就对。敢若是我无确定我即摆是无负责任的言论。OK， 了解你的意思。对，我爱去查一下。毋过我捌听过伊本人捌伫咧电视顶悬比如讲有某一个节目伊捌讲过台语呢，伊是会晓讲台语的人呢。毋是你会晓讲，毋过就是足侪人就是安尼伊就靠说讲家己会晓讲就好伊无需要。会晓写会晓读，恁写即种文字我看无，我就感觉讲恁是就是挑工要互人看无安尼。因为遮足侪反对派就是讲我无学过，我会晓讲就好所以恁遮会晓写拢是咧甲咱起笑安尼，看袂起我嘿。对是讲我要针对萨卡医生写的第二篇文章啦有一寡论点我毋是真懂因为台湾是毋是互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安怎这咱暂且不论啦不过改成甲文字无受伤大的牵连这甲政治较有关系这讲起来都要搁讲历史因为咱台湾自二战了后有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就讲到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嘛，咱来看较头前咧，就是讲二战了就是日本投降，迄当阵中国诶国民党国民政府，因就是来台湾甲越南北平诶，迄个叫做北纬16度还是18度以北去占领军事占领就对啦占一部分诶越南甲台湾澎湖安尼来做军事占领。军事占领了后，无偌久就汉战就爆发啦嘛。美国就挖头倒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要防止共产主义，为西太平洋过去嘛。所以毋才有这个第一岛链这个物件嘛。就到真咱台湾就一直无度，变成讲迄是有时代背景就是叫国民党安尼占到即阵所以讲，我感觉有诶论点我无甲伊同意讲，毋是讲今仔日啦，用这个全面诶罗马字，台湾就一定是一个变做一个独立诶国家，这无的确但是我个人嘛是真支持讲，咱诶台语应该讲咱诶母语啦，咱每一个族群诶母语，不管你要用什么款诶书写方式啦，毋过若是讲要用全罗，我个人嘛是支持嘛是赞成毋过无代表讲今仔日若用罗马字，就一定人就会甲伊当作你甲中国无共
因为这若要讲起来是落落长啦，这其实拢甲政治即落物件脱离不了关系啦，我都切落长诶啦，甲政治诶物件。以上啦因为时间诶关系嘛有较晚，所以爱讲较紧诶。免有举手，下面请讲。多谢。就是头拄有讲到李晓峰，我头拄有查到伊写一个评论，伊是写讲台语毋通用花册文来写。我有搭伫咧老画区遐，大家会使罔参考。好，头拄就是阿明讲的这个代志，我嘛感觉这足叮当的啦。我即摆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讲，若是要望即摆台顶的政治人物，也是政党，可能无遐尼简单。若是想讲要甲中华民国即个过渡的即个政权，要甲做一个结束，可能也是爱为基层的人民来吹哨，较有法度啦。若是咧台顶的，你就是做中华民国的官，选中华民国的即个总统，还是啥物货，是较困难啦。是爱为基层的人来吹哨，大概是安尼。好，感谢 MM 的补充。马路口，请讲。就是我想要提供一个，应该讲问题，请大家来去思考。就是最近有一个朋友伊讲伊伫迄个有一个法国的做飞轮机的集团的网站，伊讲伫蔡英文连任，就是开始做第二任的中华民国总统以后，因着甲台湾，就是即个国家消毒就是直接甲台湾甲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伙就是无另外一个台湾 ROC 安尼，就直接就是 PROC 内底。就是伊就提供讲国际甲台湾就是所谓的大中华地区。我咧想要问讲，若假使讲咱莫用汉字，咱莫讲中国话，莫讲 Chinese， 咱敢阁会存在伫即个大中华地区内底？以上。这就是甲政治有关系我感觉嘛是会这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问题，因为假使讲今仔日国民党因内战，中国内战若无选择走来台湾，咱台湾今仔日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平和的主权所以后一步是啥？后一步就是台湾家己打造去做一个国家嘛，重点是安尼尔。因为为中国走来的一个政权，而且伊原本的身份就是军事占领，军事占领占到尾爱规个因的中央政府拢搬来到台湾，迄阵的背景就是美国原来有支持嘛。其实讲起来，我感觉这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拢有迄个责任啦。毋是讲干一个国民党，还是讲中华民国一个问题。因为讲较歹听，国民党后壁若无美国支持，又在条伫台湾挡遐久，对无？当然，这都是甲国家利益啥物嘛，战略问题嘛，拢有相关嘛。以上啦拄则原来讲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嘛当去思考互大家去思考看觅。其实我坦白讲，我嘛毋惊大家笑。我目前会晓讲的语言，一个是华语，一个是母语。母语免讲，就是台语。外语就是自细汉学到大，ROC 这个政权甲咱教的华语嘛。我目前会晓讲的就干这两个语言尔。除了这两个语言，我都袂晓其实我嘛即摆嘛是真搁来拍拼咧学英语、英文这件代志，因为我想要学晓第三种语言毕竟英语是世界语言嘛，所以这是我个人一个学习的目标啦。好，这个拜是中秋拜五嘛旧历的8月半伫遮先祝大家中秋快乐，老要烘肉的烘互欢喜，有食这个油仔的也是讲有食这个月饼的食互欢喜食的weekend 的时阵还是要减肥者。莫讲笑。
好，感谢今仔日来参加车帮放送局节目的朋友，有做伙读册、做伙讨论的，拢真感谢。咱后个月10月的读册会是安排伫咧10月初10，搁有10月24，伫咧 Twitter 暗时9点半。若有闲的朋友，拢欢迎来参加。有朋友想要来参加的，嘛使甲咱斗放送。好，安尼咱今仔日就先到这结束，咱后个月10月初10山顶再相会，大家晚安，拜拜。大家晚安，拜拜。晚安，拜拜。大家晚安，拜拜。中秋节快乐哦！快乐快乐。今仔日的语词：调集、人马、人马、风刺、谴责、谴责、地名、地名、光景、倒拍、固执、努力。